晴天嘅時候，地下通常會有嚿黑影跟住你。冇錯，嗰個就係你嘅影子。但影子係點先會出現？點解影子有時大，有時細呢？呢個係小偉，佢企咗喺一間好黑嘅房入面。而家我哋打開電筒，小偉嘅影子出現咗，仲會跟住佢移動。如果電筒移去另一邊，影子會點樣改變呢？試想象下，當電筒嘅光直線射出嚟，如果光源同牆之間冇任何嘢阻擋，就唔會有影子。但如果小偉企喺牆前面，有一部分光就會被佢嘅身體擋住，形成佢嘅形狀。所以影子其實就係光被遮擋之後形成嘅影像。但你知唔知道，影子嘅大細其實都會改變？當我哋喺陽光底下，會喺地下見到自己嘅影子。呢個影子係因為我哋阻擋咗太陽光照到地面。中午嘅時候，太陽高掛喺我哋頭頂，所以影子會變得好短。但喺朝早同傍晚，太陽喺天空比較低，所以影子就會變得好長。咁科學家又點樣利用光同影子嘅知識去解決問題呢？原來喺2000幾年前，一位古希臘數學家透過喺兩個城市入面量度同一支木棍影子嘅長度，就計算出地球有幾大。另外，X 光其實都係一種特別嘅光，佢可以穿過我哋嘅皮膚，但會被骨頭阻擋，所以醫生就可以利用 X 光形成嘅影子去檢查我哋嘅骨骼。光同影子其實一直都喺我哋身邊，你又諗唔諗到，我哋仲會喺咩情況用到佢哋呢？